一个这里安顺吉岩故事馆，透过涂骹泰卢的色彩设计，就是要呈现当时半采岩、半采路的范围甲运输规划。根据了解，安顺岩场就是台湾第一个制岩的工业区，对1919年到今已经有100年历史。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将这段产业历史甲野鸟保护区生态保存的价值，互更较侪人知影。所以向台市政府借用部分岩场宿舍来活化，规划成故事馆。那到现在，它已经整个在85年整个残废之后，我们希望让这里的居民或者到这里的游客可以知道，它这里其实真的风光一时。那我们到底可以呈现什么东西，然后让人家唤醒这一片曾经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些工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正好又是一个保存非常完整的盐村。就是为了安置这些员工，国民政府来的时候盖了员工新村，那所以有所谓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栋就是以前的职员宿舍。后面安顺吉岩故事馆的教育推广据点，台江处将伫12月10号正式启用。到时除了静态展览甲影片的小介，也以早期拍盐的流程，用模仿燃料大水车的互动游戏等等来体验。实地上还可以看得到的话，其实是在七股岩山，它有一个龙骨车，可以让人家体验。那我们想说，在这里告诉人家到底怎么把海水引到我们的蒸发池跟结晶池呢？其实就靠我们的龙骨车，所以我们就复刻了一个小型的龙骨车，让游客来这边还可以做一些体验。安顺吉岩故事馆启用动工，也有户外实景解谜闯关，欢迎大小朋友透过导览甲互动游戏，做伙来感受岩场的精彩故事。咱的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